我们今天话题有两个，一个是中共的高层去哪儿了，是不是逃离了北京？另一个就是欧盟对中共非常罕见地提出了4大警告。昨天，习近平、李克强一同视频参加了中欧峰会，但是外界对他们以及其他中共常委的行踪却感到怀疑，他们是不是还在北京呢？我们就针对7大巨头的近期露面情况逐一做一下分析，通过他们的行踪来分析一下北京疫情的情况。北京报疫之前，6月2号，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，并且发表讲话。随后8到10号，习在宁夏考察，就是说，习至少是6月7号已经离开了北京。随后6月11号，北京爆发了疫情，直到昨天，习只参加了2次视频会议。除了昨天的中欧峰会，还有17号的中非抗疫视频峰会，当时王沪宁在场，但这2次视频露面都不是公开露面。至于其他关于习的报道，基本都是通电话、贺信、签发命令或者是书面致辞等等。而李克强在这段期间实际只有1次公开露面，就是6月15号在北京出席第127届广交会云开幕仪式，这是仅有的1次。至于央视报道，李在6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央视并没有会场画面，只有文字，所以不排除会议室以视频形式召开的。昨天李克强参加中欧峰会也是视频会晤。而在北京疫报之前的6月上旬，李克强在1、2号在山东考察，随后在4号主持召开了疫情工作会议，央视也没有画面，只有文字，很可能也是视频会议。当晚的全球疫苗峰会，李还是视频参加。9号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是只有文字。11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晤同样是视频。栗战书在19号到21号连续4天主持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，但他不讲话，而且戴着口罩。而疫报之前，他只有2次露面，分别是1号和9号主持人大常委会第58、59次委员长会议。汪洋昨天参加了政协第12次会议开幕会，19号在北京主持政协第37次双周协商座谈会，2次会议汪洋都不在讲话的时候戴着口罩。然后就是6月8号到12号，汪洋在新疆调研。疫报之前，汪洋在北京有2次露面，分别是6月5号和6月8号主持政协的2个会议。至于被称为3朝帝师也有国妖之称的王沪宁，他的露面很少，除了那次陪习近平参加中非抗疫视频会议，还有就是6月4号参加李克强主持的疫情工作会。赵乐际整个6月基本上没什么行动，像是蛰伏了。韩正只有6月12号主持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，然后也没有了声息。疫报之前5月31号到6月2号，他曾在湖南调研。3号说是在北京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，但央视只有文字没有画面。从中共官媒的报道可以看出，北京疫报之后这7大巨头的公开活动很少。那么现在其实也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了。时事评论员中原在大纪元撰文表示，习近平很可能不在北京，李克强很可能也不在北京，因为参加视频会议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栗战书和汪洋也可能不在北京，但人大政协开会，他们不得不临时的戴口罩到场。王沪宁、赵乐际和韩正现在可能也都不在北京，就是说，中共的7大巨头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。那是不是躲到外面去躲避瘟疫了呢？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个别的回到北京亮个相。中原表示，中共高层目前所在的具体地点无法得知，或许在北京附近的某个地方，或许分散在其他的各地，但当局显然不敢公布，否则老百姓就会炸锅，中共内部会更加的暗流涌动。北京街头大批武警警察已经可以证明这类担忧了。如果真的是7大巨头倾巢而出，那么现在北京就在唱空城计，所以可能北京当局更希望疫情尽早过去，因为长时间流亡在外纸包不住火，早晚会露馅儿。一旦被对立面了解的情况，说不定就是一次成功的政变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一起静静的观察。再来说昨天的中欧视频峰会，习李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、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的视频会议，双方没有联合声明。从种种消息来看，欧盟方面这次是打开了天窗说亮话，把这几年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对中共的种种不满一次性都说了出来。2大巨头乘兴而来，想与欧盟达成一些成果，却被欧盟提出4大警告，败兴而归。